势啦，歹势啦，我毋是条工无爱甲你讲的，实体啦。好啦好啦，即摆莫甲你计较啦。对啦，秋兰啊，你有听阿海啊讲，什么时阵要搬去？应该是这两天啊。安尼上好啦，为你大伯啊吼，即几年伫咱遮吼，早也袂出头天啊啦。啊，即嘛想通啊，要出去外口吼，软软的，安尼上介好啊。秋兰啊，迄狗狗吼，迄上囝啊食无效，咱就甲等等伊煞囥遮无效啦。阿母，袂用的啦，这个狗狗真无简单，才控好的。毋管伊是毋是有效，我拢会互阿景食好玩。实在你啦，咱恁即马也要搬出去，我也看袂着，也无法度通我管伊啦。不过我甲你讲哦，你还阁有两个囡仔，阁有一个翁，着爱你照顾呢。毋通你心目中干那上敬的一个人，你知影？唉，讲啥物也无效啦。阿母啊，你免共烦恼遐尼济啦。人相金嘛吼，真好命呢。人出世吼，就注定讲这世人吼，拢免烦恼食嘛，免烦恼穿。啊，因老母佫家己当做心肝囝，伫咧疼命命。啊，颠倒吼是你啦，你家己较歹命哦。阿母，我巴肚哟。阿母知影恁拢枵啊，等阿静煮好，阿母就去煮饭互恁食。恁先小等者，先去佚佗吼。好。小弟，阿母已经尽力了。阿母，你是安怎？阿妹，阿太，恁小弟可能以后一世人拢袂当行路啊。恁两个一定要好好读册，将来好好照顾恁小弟，知影无？阿母，等我大汉，我要照顾你。我嘛是。恁拢是阿母的乖囝。哎呀，你来要创啊？物件你搬了了还无够，后尾破衫裤你也想要安尼？莫安尼啦，阿兄，这位咱兄弟的婚嫁吼，我嘛感觉真歹势，这讲的拢是我无路用啦，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害你即摆啥物物件拢无。我知啦，恁某欠卡，爱讲一你敢讲两？对。即摆嘛是伊叫你来问讲，我当时要搬厝，即间店面通互你做生意，对毋对？毋是啦，阿兄，我是想讲，你要离开这个所在，我这做小弟的拢无法度通啊甲你。这有一是我钱哦，你倒去。
太啊，你甲妹妹的事拢有想好无？爱甲衫藏做伙哦，吼。阿母，你陪我第三遍啦，我早就算好。阿母，咱要爬去倒位？阿母，你看弟弟啦！有姐姐吼。阿美啊，阿紧敢是家己翻身的。啥啦？相依会晓翻身啊啦！有影，袂顶袂当囡仔翻身。真是，我无甲你骗来看啦。哦，你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哦，相依会晓翻身啊，会晓翻身啊！变的啦，是真实的，我无甲你骗啦。你讲，平时啊，平时啊咧。哎呦，男弟亲眼睛看到哦，迄人也无信。高高真是有好，高高真是有好啊！阿母就欢喜啊，就欢喜。相敬啊！相敬后边哦，有较好啊，莫搬出去啦，咱们要找一个较好的医生，咱来甲医好无？啊？免，母，阮搬出外口，赶快咱请较好的医生甲医卡。师娘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哦，你辛苦整了这年，即摆看相景安尼变一领，就有迄个价值啦。都是天公伯的保庇，是因保庇互相囝好起来，是因保庇互相囝有希望。你若真是无要住伫咧遮，我嘛无意见。讲实在的，我即摆想要搬吼，是因为我出去的时阵去撞着一个台东开店的朋友，伊讲伊遐真欠师傅，希望我会当去甲斗相共。本来我是还咧考虑，我想要讲我这回转来看着厝会变到安尼吼，我毋则决定讲，规是搬来遐重新开始也好。只要你若肯认真打拼，搬去倒位，我拢袂要紧。出来，老实讲，我今日才知影讲，带你做某我无白带。今仔假使若毋是你吼，咱相敬啊，迄双脚，这世人乌有去。我是较袂晓讲话啊，啊，毋过我嘛知影讲，做人老爸吼，应该为着囝好啊打拼。你嘛拜托的，佮相信我一摆。我这段，从今开始，我一定好好打拼，为着恁母仔囝。我会趁这个钱，互恁母仔囝过好日子，好。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情花，阿母情花，可比情义。阿海啊，拢好啊。有一天我一定要成功倒转。呀，阿辉，相敬会晓翻身啊！我亲目睭看到伊翻身的时阵，就惨像乌暗去看到光共款，予我足大的希望。我真感谢天，相信天公嘛是会疼歹命人。阿母要离开遮去台东啊，以后真少会当看到你啊，我会思念你。你爱友好阿公甲阿嬷，爱坚强，爱打拼。绝对袂用的，就安尼认命，咱总有成功的一天。来来来
啊，水某带人走起来，慢慢好跳楼大拍袂俗家啦，来，唔使通袂时啊呆，来，安怎卖啦？安怎袂哦？免算分嘞，算买大细免随在你境啦。有钱嘛？卖无钱会使做啥物的啦？嘿，唔那呢尔，来，大家看卖，高贵鱼啦，我今仔日炸这个高贵鱼来回馈社会，我说50免35免20都好，爱发声。安尼点点？阿伯啊，你这鱼无咁拍人，无咁抬人，啥物人要甲你买啦？唔敢安尼。爱重要啦，爱抬唔较简单，我等下甲督就好啊。意见是你出的哦，我若督落去，你爱负责甲买去哦。当真负责啊！讲早你讲哦，你着爱当有水咧，唔通气教伊哦，若气教我就无负责。啊，若这主你放心，我若督甲足水气的咧，你不但爱甲我买去，后壁鱼啊，我会甲斗法，安尼有理无？好，讲会到做会到，好，来，江河地道，目睭背后金毛，好来，放来先甲啉出来，吼，放来啉出来，好，倒落去哦，乖无？乖无？安尼有甜无？哈，有无？有啊，大家都嚼啦，你来看卖。你讲话人讲无？话人讲啊吼，迄毋是我咬啦，实在是刀仔太来吼。各位，这刀仔是安怎会遮来呢？迄因为磨的人太咬的啦，磨的实在人就是拍铁的因某抽兰啊啦。各位，咱去磨刀一定爱去找拍铁海啊因某抽兰啊，会记哦。阿你到底是咧卖鱼啊，是咧挖刀哈？啊，小我人嘅嘴，这卖鱼啊，无啊，你倒是在卖鱼咧挖刀，你咧切鱼啊，看看你挖刀去，那抽人的时候你话坐好看咩？你啊，这不是咧干斗有生意啊？啊？拜托诶，在地啊，饭会使乌白食，话袂使乌白讲，人嘅迄是人嘅某呢，迄走人嘅名声你嘛少共顾诶。迄种人嘛知影讲，我甲因翁拍厉害也是马子的，所以因厝的生意就是我的生意啊，你无？兄弟仔咧互相照顾，我甲斗发一下，无啥咯。对，当做生意就免讲去别位去，我来讲哦，这鱼啊，你不但爱即尾甲付这买去哦，吼，刷落去后壁这你搁来甲斗发。好啦，这边我就负责甲你买啦，这斗发爱斗发。对啊，爱斗发。我咧讲笑你啊，这。有啥物讲笑的？你讲笑，我无你甲你讲笑哦，讲笑是无？好，斗发好，我发安怎，你就缀我发安怎了。好啦，来，你买鱼啊，就来找我鱼啊票。买鱼啊，就来找鱼啊票。你磨刀就去找秋兰啊。你磨刀就去找。我连啊。我发安怎就是发安怎了，你管待我要卖啥？好啦，买磨刀你去找秋兰啦。对，啊在白啊眼头食鱼头。在白啊眼头食鱼。是啊，你讲这个。来，卖讲算做生意哪做啦？来，这高家哦，甜猪肉啦，较食互恁兜的阿强食哦，会咬大汉，搁粗养哦。咱食是遮有效。囝啊，来，你行起来，行一步互我母看。别惊，来，试看觅。好，你看，我这个后生哦，伊较早拢袂晓行路，这你敢会相信？敢有影？阮阿囝啊吼，出世无偌久，就得着小儿麻痹啊。伊4岁进前拢是倒伫咧眠床顶，拢袂当叮当的啦。我就是用这高家好食，食较好啊，食到即摆会行路啊啦。哦，这高价遮好用哦。真实的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这高家哦，是对筋骨上好的补药啊啦。这平常时的人若食吼，是加食加用行的。哦，原来高价遮厉害哦。是啊。来，我加买两个。好，安尼偌侪钱？这2个50啦。50个，啊，算看嘛。多谢啦，啊有效哦，才过来交关哈。好。孙家。你看啊，阿母哦，搁替阿爸的店，看50块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有情花。
辛苦。这里顶礼拜薪水啊。哟，这里啦。好，在。嘿，我小兄变输你了。你白白咧拍赌哦，奇怪咧。迄5金的蛋的哦，你拍的赌哦，赢较会下咧。对啦，这个我还注文20支啦，当时等甲我赶起来啊。唔知咧，我即摆咧无闲开店的代志哦，这时间无都按算啊。啥物啊？要咧开店哦？嘿，嗨啊，头家敢好好做是哦？要开店，啊你为了做好好的咧，要开啥物店啦？阿良啊，我听你的话，对中秋啊搬来到台东，目的嘛是为着解开店嘛。啊，我即摆钱欠有，我无开店，无要安怎？阿良啊，你啊旧鸡丝头也无咧用啊，开一下价卖完。哈？哎呀，歹大旧车你也要滴哦？会啊。会用去啊？你5级大遐会哦，你甲我赶起来哦，我早送你啦。佮佮讲条件，真无意思。哎呦，等等。不咯，哎呀，哎呀，我，是，卖错啦。我哎呀，用啊，食饭啦。好啦，我这写咧，这来食。小等我才会甲你写啦。你是毛白甲写呢？这看板是代表我阿海啊倒我名声呢，冤家写呢。怎样？你都唔知影咧？迄个夭寿龙啊吼，听到咱要开店啊，安尼啊话，规个面咧咧咧，才是讲偌紧张呢。你也再讲。好，毋是讲我阿海来操蛋。那我开店哦，3礼拜后，夭寿龙遐生意上少，互咱抢一，毋是你甲看吗？对，讲则在咧讲啦，这拢是迄个夭寿龙吼，家己做得来的啦。后人头家传言呢，有够无良的啦。我安尼咧甲林官海头啊样吼，都要在工钱内底扣啦，真正够酷气的。啊，一声吼，咱店甲开落，绝对会互伊咱市场啊市场。